由80年代嘅神仙打交，到90年代嘅四大天后，再到今時今日，香港女歌手嘅傳奇背後，其實隱藏咗無數鮮為人知嘅競爭、淚水同埋時代嘅變遷。點解當年千千閻歌同夕陽之歌會引發全城爭端？邊位天后曾經因為一個決定差啲毀掉前程？今日世界 Top 10，廣東話就同大家一齊回顧香港樂壇10位最傳奇嘅女歌手。最後，我哋仲會討論一個全香港人都想知答案嘅問題：邊個先係佢哋真正嘅接班人？為咗讓大家心服口服，今次嘅排行榜嚴格採用以下4個核心維度作為評分標準：獎項與銷量，涵蓋金針獎、10大勁歌金曲最受歡迎女歌星，以及歷史唱片銷量紀錄；舞台影響力，評估紅館開唱次數、造型前衛程度，以及對現場觀眾嘅無死角掌控力；文化象徵性，佢哋是否代表咗某一個時代嘅縮影，又或者具備無可取代嘅香港精神；跨區域影響力，喺華人地區嘅受歡迎程度與文化輸出力。準備好未？我哋即刻開始倒數。第10名，衛蘭、楊千嬅，千禧世代嘅港式情歌與少女心聲。排喺第10位嘅係一個時代嘅雙面鏡，代表天籟之音嘅衛蘭，同埋代表心聲共鳴嘅楊千嬅。進入千禧年之後，香港樂壇面臨轉型，兩位女歌手以截然不同嘅方式接管咗年輕一代嘅耳機。衛蘭擁有被譽為被天使吻過嘅聲線，佢嘅 R&B 曲風同極具質感嘅真假音轉換，為廣東歌注入咗新鮮嘅西方流行元素。而楊千嬅則完美詮釋咗何謂港女精神。佢未必有最頂級嘅唱功，但佢唱歌嗰陣嘅嗰份勇，嗰份將個勇字寫喺心口嘅率真，讓無數香港女性睇到咗自己嘅影子。佢嘅經典歌曲往往描寫少女對愛情嘅執着與祈求，歌詞深切表達咗年輕女孩喺渴望真愛嗰陣嘅無助與真誠。楊千嬅由一個護士走到紅館天后，佢代表嘅係千禧年後嗰種唔完美但極度真實、敢愛敢恨嘅本土女性力量。第9名，陳慧琳，跨越千禧嘅電音天后與零負評女神。90年代末至千禧年初，香港樂壇掀起咗一陣電子舞曲狂潮，而站在呢股浪潮最頂端嘅，毫無疑問係陳慧琳。Kelly 嘅出現為當時嘅香港樂壇帶來咗一種極具未來感同時尚感嘅視覺衝擊。由花花宇宙到大日子，佢嘅音樂充滿咗正能量同派對氣息，洗腦嘅旋律席捲咗整個亞洲。但係陳慧琳最傳奇嘅地方，在於佢被稱為40藝人，零是非、零緋聞、零走光、零結黨。喺光怪陸離、八卦滿天飛嘅香港娛樂圈， Kelly 猶如一股清流。佢家境優渥，卻極其敬業，從不靠炒作上位，始終保持住最健康嘅形象。佢證明咗喺娛樂圈唔需要撕逼同八卦，單憑勤奮、專業同良好嘅品格，依然能夠穩坐天后寶座。呢份從容與高貴，讓佢喺香港女歌手中獨樹一幟。第8名，鄭秀文，百變天后嘅浴火重生同極致堅韌。第8位係真正嘅百變天后鄭秀文。回顧90年代中後期到2000年代初， Sammy 無疑係香港最具商業號召力嘅女星。由 Nike 眉到金毛，強勢造型，佢唔單止引領咗全港嘅時尚潮流，更喺電影圈創造咗無數票房神話。佢嘅電音舞曲同標誌性嘅情歌，陪伴咗無數都市男女嘅日與夜。然而，比起佢同安仔之間兜兜轉轉嘅感情八卦， Sammy 最震撼人心嘅係佢極強嘅生命力。喺事業巔峰期，佢曾經因追求完美同高壓而陷入嚴重嘅抑鬱症，甚至一度銷聲匿跡。但佢冇被打倒，
而係通過信仰同極致嘅自律，成為著名嘅8公里小姐健身達人，硬生生將自己由深淵中拉咗出嚟。當佢帶住一身精壯嘅肌肉同自信嘅笑容重返紅館舞台嗰陣，佢代表嘅已經唔單止係流行音樂，而是香港女性嗰種跌倒後能重新站起嚟、堅韌不拔嘅傲骨。第7名，容祖兒，獅子山下嘅最強天后與全能金曲姬。如果話香港樂壇有一位勞模，咁一定非容祖兒莫屬。容祖兒初出道嗰陣，曾因為外貌唔符合傳統審美而備受質疑，甚至連唱片公司都對佢持觀望態度。但係佢用常人難以想象嘅勤奮，生生劈開咗一條天后之路。佢橫跨多個年代，係香港樂壇當之無愧嘅獎項，收割機，打破咗無數女歌手嘅獲獎紀錄。容祖兒嘅傳奇喺於佢全能嘅舞台實力，唱跳面不改，色氣唔喘，抒情歌能唱出細膩入微嘅情感，現場穩如泰山。佢嘅歌曲陪伴咗80後、90後甚至00後嘅成長。佢冇一夜爆紅嘅奇蹟，有嘅係日復一日嘅練聲同排舞。容祖兒嘅成功係香港獅子山下精神嘅最完美體現。只要你肯捱肯搏，哪怕起點再低，最終都可以企坐喺紅館嘅最高處，成為閃閃發光嘅巨星。第6名，葉妥文，中西合璧嘅瀟灑天后與厚重唱功。第6位，我哋迎來咗橫跨影視歌三棲、氣質獨特嘅葉藹文。生長於台灣、成長於加拿大嘅 Sally， 帶住一種鬼梅仔嘅直率同瀟灑，闖入香港樂壇。佢嘅出現打破咗當時廣東歌壇相對傳統嘅溫軟女性形象。葉藹文嘅唱功極具厚度同爆發力，佢嘅中低音區充滿磁性，高音區又極具穿透力。零時10分，祝福，瀟灑走一回。佢嘅金曲唔單止喺香港大熱，更成功打開咗台灣同中國大陸嘅市場，具備極強嘅跨區域影響力。佢代表咗一種中西合璧嘅獨特氣質，既有東方女性嘅柔情，又有西方獨立女性嘅灑脫。喺舞台上，佢無需過度華麗嘅包裝，單憑嗰把極具辨識度嘅醇厚嗓音，就足以征服全場觀眾。係嗰個時代最具大將之風嘅女歌手之一。第5名，陳慧嫻，極致純正嘅聲線同千席之爭嘅遺憾。第5位係擁有香港樂壇最純正嗓音嘅陳慧嫻。80年代中後期，陳慧嫻憑藉佢清脆亮麗、字正腔圓嘅獨特聲線，唱出咗無數傳唱度極高嘅經典。由武指天后嘅可愛形象到深情演繹，佢嘅歌曲幾乎每一首都係卡拉 OK 嘅必點金曲。講到陳慧嫻，就不得不提1989年震驚全港嘅千席之爭。當年陳慧嫻嘅《千千 Con 歌》同梅艷芳嘅《夕陽之歌》改編自同一首日本歌曲，《千千仙歌》嘅旋律同編曲極具流行度。歌詞描繪咗喺星光下同摯友離別嘅依依不捨，精準擊中咗當時香港社會移民潮下嘅離愁別緒，唱片銷量一騎絕塵。然而喺年底各大頒獎禮嘅最佳女歌星同金曲金獎角逐中，競爭異常激烈，最終梅艷芳大獲全勝。據傳呢場激烈嘅競爭成為咗陳慧嫻情緒上嘅一個轉折點。喺事業最巔峰之際，佢選擇急流勇退，遠赴澳洲留學，差啲因此毀掉咗大好前程。呢度亦成為咗無數歌迷心中永遠嘅遺憾。第4名，林憶蓮，華語唱功天花板同都市女性嘅靈魂導師。排第4位嘅係被公認為華語樂壇唱功天花板嘅林憶蓮。林憶蓮嘅傳奇係一部不斷蛻變同進化嘅史詩。早期嘅佢二日係青春偶像出道，隨後喺都市觸覺系列中成功轉型為成熟、感性、獨立嘅都市女性代言人。佢將 R&B、Jazz 等西方音樂元素完美融入廣東歌，
極大地拓寬咗香港流行音樂嘅邊界。談到林憶蓮，必提1994年佢同王菲喺商台活動上嘅嗰場神級對唱。當時兩位天后互唱對方嘅超高難度代表作，林憶蓮唱多得佢，王菲唱依然。嗰係一場冇硝煙但火花死影嘅華語唱功巔峰較量。林憶蓮以佢精準嘅音準、無懈可擊嘅真假音轉換同強大嘅律動感，展現咗教科書級別嘅實力。呢一段珍貴嘅影像，至今仍被無數歌迷視為華語樂壇嘅至寶。佢由香港唱到台灣，再征服整個亞洲。佢嘅音樂造詣同持續進步嘅態度，令人高山仰止。第三名，王菲，空靈冷艷嘅先鋒藝術家。第三位係將廣東歌帶向亞洲冷艷藝術高度嘅王菲，一個北京女孩，單槍匹馬嚟到香港，最終成為咗制霸華語樂壇嘅天后。呢樣嘢本身就係一個傳奇。王菲嘅嗓音空靈飄渺，遠如天籟。佢巧妙地將 The Cranberries 等西方另類流行樂嘅唱腔融入自己嘅音樂中，創造出獨一無一嘅菲式唱腔。除咗天賦異稟嘅聲線，王菲嘅前衛風格更是冇人能及。無論係眼淚妝、菠蘿頭，定係嗰啲充滿哲理同禪意嘅歌詞，佢始終走喺時代嘅最尖端。喺上述提到嘅1994年同林憶蓮嘅神級對唱中，王菲展現咗佢嗰種慵懶隨性卻又極具穿透力嘅獨特魅力。佢對音樂有住絕對嘅掌控力同獨特嘅審美，唔迎合市場，卻讓市場瘋狂追隨佢。佢唔單止係一位歌手，更係一個時代嘅文化符號，代表咗絕對嘅自由同個性。第二名，徐小鳳，雍容華貴嘅定海神針與舞台尊嚴。亞軍位置屬於香港樂壇真正嘅殿堂級人物徐小鳳。對於好多年輕人嚟講，小鳳姐可能係一個遙遠嘅名字，但對於香港流行音樂史而言，佢就係無可取代嘅定海神針。佢個獨特嘅豆沙喉磁性嗓音，寬廣深厚，有一種撫慰人心嘅力量，開創咗屬於佢嘅輝煌時代。講到小鳳姐，大家腦海中一定會浮現嗰套標誌性嘅波波裙。關於呢套裙呢，有一個極具代表性嘅內幕故事。當年為咗維持個標誌性嘅22寸細腰視覺效果，小鳳姐嘅造型師將束腰綁得極緊，導致佢喺後台後場時幾乎唔可以坐落嚟，只能直挺挺地站住休息。呢個唔單止係一段八卦甩事，更係老一輩藝人對舞台尊嚴嘅極致堅持。佢哋視每一次登台為神聖嘅儀式，寧可自己受苦，亦要把最完美、最雍容華貴嘅一面呈現俾觀眾。幾百場演唱會嘅紀錄背後，係佢對呢份職業深沉嘅敬畏同熱愛。第一名，梅艷芳，永遠嘅香港女兒與絕代芳華。第一位，毫無懸念係前無古人，甚至可能後無來者嘅香港女兒梅艷芳。梅艷芳唔單止係香港樂壇嘅巔峰，更係舞台藝術前衛時尚同人格魅力嘅終極化身。被譽為百變天后嘅佢，每一次出場都能顛覆大眾嘅想象，由壞女孩嘅叛逆到妖女嘅性感，再到淑女嘅優雅，佢用一己之力拓寬咗華人女歌手嘅表演邊界。翻到嚟1989年嘅千夕之爭，梅艷芳演繹嘅《夕陽之歌》點可能拎下當年嘅最高榮譽？ Because 呢首歌已經超越咗一般嘅流行曲，佢沉重滄桑，歌詞深刻反映咗一個人喺經歷世事變遷後，對短暫人生同已逝愛情嘅無奈回望。呢首歌唔單止係梅艷芳人生嘅寫照，更係佢喺2003年告別演唱會上穿住婚紗走上長梯時嘅最後絕唱。佢將自己嫁咗俾舞台，嫁咗俾音樂。除咗藝術成就，梅艷芳嘅俠骨柔情，對提攜後輩嘅不遺餘力，以及喺香港非典時期挺身而出嘅社會擔當，
讓佢成為咗真正嘅香港精神領袖。佢係舞台上嘅女王，亦係香港人心中嘅痛同驕傲。回顧完呢10位傳奇女歌手，我哋可以睇到由80年代嘅百花齊放到90年代嘅神仙打架，香港樂壇曾經擁有過世界上最璀璨嘅星光。佢哋每一個人都用自己嘅汗水、淚水同天賦刻畫咗一個時代嘅輪廓。但歷史嘅車龍不斷向前，今日嘅香港樂壇迎來咗全新嘅生態同年輕嘅面孔。有人話而家已經唔係一個會誕生巨星嘅年代，亦有人話新一代歌手各有特色，只係需要時間去沉澱。咁你覺得呢？喺如今嘅香港樂壇中，邊位新生代女歌手最具備傳承呢份傳奇嘅潛質？係擁有鐵肺唱功嘅歌手，定係具備獨立創作才華嘅音樂人？歡迎大家喺評論區留言，講出你心目中嘅接班人名字，我哋一齊討論。